積分有名無實，英國假積分制嘅真問題。英國自2021年實施積分制移民，宣稱要吸引全球人才，以公平透明嘅方式決定邊個可以嚟英國工作。聽落好似澳洲式嘅量化制度，但實際上並唔係咁。佢既唔係真正按分數選人，亦冇辦法讓政府掌握主動。所謂積分，只不過係舊制度嘅新包裝。現行制度下，申請人必須集滿70分先可以獲批。不過呢70分幾乎係預設好嘅，必須同時擁有僱主擔保，達到指定技能水準，並通過英語測試，3項加埋共50分，再加上薪資達標或者職位列入短缺清單，或者擁有博士學歷，任擇其一，就可以湊足70分。換句話講，只要到願意擔保嘅僱主，其他條件多數都會隨之而來。呢個唔係積分競爭，而係一張通行證。真正嘅積分制應該人人都有分，而且分得夠細。分數唔應該係3選1嘅拼湊，而係上百項細項嘅量化加權。邊間大學、邊個學系、英語水準、工作年資、年齡、專業等級，都可以喺連續刻度上評分，咁樣每個人都有獨立分數，政府先可以按總分高低決定邊個先錄取。如果只係幾個整級，每級5分，數千人同分，所謂積分制就失去意義。一個完善嘅制度應該讓政府真正掌控移民規模，政府可以先設定年度配額，再按分數高低取錄。咁樣可以控制人數，又可以維持質素。相反，英國現行制度設咗固定通過線，只要達標就可以入境。結果簽證數量隨市場波動而起落，政府反而失去節奏，睇似由政府決定邊個可以入境，實際上係由企業決定邊個可以申請。更嚴重嘅係簽證同僱主綁死，持有 skilled worker 簽證嘅人，一旦僱主破產、重組或者因經濟週期裁員，就可能失去合法身份。冇人可以確保一份工作可以持續5年，更難預測10年。呢種不確定性使外籍員工唔敢辭職、唔敢投訴、唔敢維權。制度無形中製造出依附關係，令所謂人才變成可替換嘅勞力。英國長期缺醫護、工程師、科研人員，但仍然把佢哋鎖喺單一僱主之下。如果真係想吸引同留住人才，應該擴大類似 Global Talent 嘅自由制度，唔係淨係得獎學者或者諾貝爾得主先算人才。凡係具專業資歷嘅醫生、護士、工程師、科學家，都應該可以自由工作，只要達到客觀標準，就可以申請永居同入籍，而唔使睇僱主嘅臉色。今日嘅積分制既唔能選賢能，亦未能防濫用。佢既唔係積分，亦唔係制度。要重建公信同效率，英國必須從根本改造，讓分數真正成為篩選標準，讓政府重新掌握方向，而唔係讓僱主代管國門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洞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